羅兵咸永道今日發布2026年全球人工智能就業晴雨表香港報告，指出本港人工智能 AI 招聘市場於2025年明顯反彈，與2024年相比，2025年 AI 職位空缺按年增加50%，佔整體職位空缺的比例亦由3.6%升至4.7%。雖然仍未重返2023年的高位，但市場對 AI 相關人才及技能的需求已顯著回升。是次報告分析來自全球6大洲超過10億份招聘廣告的數據，結果顯示2025年香港各行業的 AI 職位比例均較2024年有所上升，其中科技、媒體及通訊行業繼續在 AI 職位空缺方面領先，反映業界持續推進數碼轉型。而專業服務行業則錄得最顯著增長 ，AI 職位佔比於2025年上升2.1個百分點。羅兵咸永道人才和組織諮詢服務主管合夥人程宇浩表示 ，AI 職位需求回升，顯示香港企業正由試點和探索階段，逐步邁向更全面的落地應用。未來企業的競爭優勢將取決於能否善用 AI 提升員工能力，加快創新步伐，以及釋放更大的商業價值。